天動灣區，觸碰時代，FM98.3，生活電台，實時路況，為你導航。各位好，呢個時候啦，同大家關注下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。咁見到由啲多個位置咧，我亦都係開始繁忙起身啦。咁啊，提到呢啲嘅時候，各位就要注意下。咁啊，仲有咧就係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呢度咧，依家登丹路往東頭方向路平安。983速率簡報。各位听众，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。1月26日下午，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专门代表团举行开放团组活动。